节目开始以前，我先来考大家教。一条苗向北行10步，再个向西行10步，再个向南行10步。请问野米向哪呢？唔错，就系向下啦。唔同错冇啊？唔错，冇相干。再个来一题哟。有9粒榴弹，我分8粒小朋友，我样分真公平咯。就系做果子水啦。想一啲hand卡到神奇嘅问题冇啊？二头哥老叶公子智力太斗法，样式开始。一当到啊，看得最久嘅观众朋友啊，就会有啲死板嘅印象啊，乜嘅死板嘅印象？即係2、3年去到台東啊，總係會有啲動情呢，在屁咧啊，戇戇嘅。唔過人嘅觀念唔錯噶。內行嘅人聽說有談過一句話，嗰就係3分濃7分蹦，也就係人講嘅啊，濃嘅人有30嘅功力，嗰蹦嘅人就要有70嘅功力，按樣嘅鬥得真係最強嘅。錯，係有按樣嘅講法，3分濃7分蹦。不過啊，呢種講法啊，適用到一般嘅表演者，像我2、3去到台東啊，也算係貼片咧。啊，咩係貼片咧？大家一看就知啊。當然係捱黑錢，唔肯戇啊！冇可能，捱冇可能比你肯戇。喊聲音就那個哦嚇死人嘅智商，講到了嗬，大到嚇死人啊！我智商大到嚇死人，冇到個呀唔甘願不服啦！我也親自出幾題，我保證答上來。哦，我讓我靠智力測驗跟來呀。好，開始哦。也第一題，學講法非常嘅簡單，橫出啦。不講啊，講乜嘅話，唔好重複啊，講嘅第一隻詩。哦，我要反查唔講法呢句話嘅第一隻詩哦。咁簡單啦。好，也就開始啦哈。今本日頭下日講嘅節目當好看。見。比人哋黑色要嫌阿姨。比。還有比人哋黑太嘅沒有嫌阿姨。喊。你嘅阿妹係賣人。你嘅阿妹係賣人，你嘅阿妹係賣人，個冇嘛要偏係啊！你正經講錯嘅呢？冇樣出題目嘅啦。還欠的哦。那樣凊彩出題目，下面人未欠。我講，你靠你智力測驗出啲題目係正經的喂。唉，聽正經的樣，我驚我答唔出來。有冇有可能？好，再來哈，我講呀。1萬1撇，下晡1隻橋，你乜嘅呀？1萬1撇1隻橋，禿塞。喲，會呢？你有乜係呢？我諗講啦，你1撇喺東上去啊，就禿腰。哦，嘅人知啦嗬，嘅3隻塞同埋嘅雷，3隻木，3隻水，禿貓，3隻橋，禿片，3隻牛。禿本3隻葉，唔認識呢？3，你都唔認識？咩，你好點，我也變態去咯。3，一般為數你就唔記得咧，嗰種係講唔啱啊。咩係啱？嘿，你地位都要撈嘅啦，嗰種人講啊，腦筋急轉彎，咩生意咧咩？不管地位係咩要撈嘅，中國人嘅腦筋係真靈得嘅。哦，我要較注意下啦。好，今日有人再來一題，嚇夾到位哦。好啊，唔講夾，我就回答到夾啊。好，開始講乜嘅東西做得實，做得靈，還做得錯。乜嘅東西做得實，做得靈，做得錯。乜嘅東西錯？我啲幾頁餅，幾頁餅？係啊。幾頁餅做得實啦，喺冰糖叫用得起就做得黏啊。嘅錯咧，嚇？錯啊！幾頁餅做得錯係？咩？佢天時當日買10個幾頁餅，俾我等你好就做得錯當兩雙哦。烏龍骨血，唔是唐人有講過嘅啦。啊，唔錯啊。當然唔錯嘅呀。佢答案起碼睇唔過。答案就係啊，麵包、牛奶、胖蛋。3項哦。我講得幾清楚嘅，乜嘅東西做得實、做得靈、做得錯，我冇講係一項啊。看啦，2、3年啊，還有進步論啊。多數係講唔反應慢，頭腦冇精靈啦。你2年的把戲哦，我未曉啦，我出一題本哦，你答唔出來啦。係啊，
想要出题就靠爱哦。係啊，來啊，阿問啊，一台海呀有幾多隻鏈呢？就是4隻，連個右邊嘅加上去5隻。阿仔，連右邊嘅你也想到了？要有乜嘅喏？答案就係5隻，我講錯嘅啊？哎，唔係講錯，跟係滿地都係咪滿題咧？哦唔係講錯噶，係妖啊！係妖啊！跟沙定來嚇。我講一台車有5隻鏈呢，啲路行行啊行啊，渡到一隻太闊嘅，立一係頂跌起一隻，係有幾多隻鏈呢？ 4隻，唔錯，半半5隻鏈呢？因為有可能5隻鏈呢，頂上嘅跌梯隻，當然算4隻嘅呀。我係啦唔講，一台車立到一隻闊嘅頂跌起一隻，我講嘅係天賦嘅頂嘅跌起一隻，嗱呢啲乜講咧？唔係呢啲，係有5隻。嚇，唔講嘅頂係茶頂哦。我講嘅當錢出嘅啊，係茶頂啊，啊呢啲半半5隻啊。哦，咁樣唔係生啊！嗬，呢條講嘅都攞出一題很難呢。嗬，講有一台11號嘅公車，你去考試係啊？到總站出發嘅時間係60年，到下一站嘅時間上來20年，下去10年，到下一站嘅時間又上來30年，下去40年，到下一站嘅時間又上來19年，下去70年，到下一站嘅時間公車司機高站無停，到下一站嘅時間上來14年，下去70年，到下一站嘅時間上來60年，下去14年。請問呀，11號嘅公車，好在我細細嘅時間有練過閃身。一共經過幾多站？啊？你咩問有幾多站人啊？冇問幾多少年，冇人經過幾多站？開嚟啲嘅算有幾多站人啊？幾多少年？我要係唔算幾多少係？我要係唔算係嚇？誒，我問乜嘅人就講乜嘅呀？哦，我問到唔講事，佢當然做唔得咧呀。好啦，過來，高出一題哦，幫我雙數啦，好冇？再出一題係冇問題啦，不過要不要賭到乜嘅東西？你賭啊？就賭一隻竹耳公。唔知賭耳公咧？咩啊？你輸睇咧嗬，就攞一隻竹耳公割本崖。誒，跟係個藝樣似嘅。當然就攞一隻竹耳公玩咯。咁樣嚟講就藝術佢係啊，好啦，冇睇緊咩生意啦，冇人啦，按出嚟賭一份牛肉麵啦，唔看有吧？要帶錢嘛？要啦，係要低啦。哦，嘅我開始了。好，我問乜嘅東西？3頭2耳8隻腳，像一隻木豬。乜嘅東西3頭2耳8隻腳，像一隻木豬。你係乜嘅？你係乜啊？我就怪物章魚。啊，錯咧，就係怪物答案。呵，人嘅答案就係怪物咯。錯。哪有可能咁簡單啊？嚇！你怪物啦。規家路人就看得到，嗬，誒，凊彩咪看得到呀。規家路嘅就看得到。好好嘅談哦，一題嗬，連我就談唔到哦。咩，我意思係講嗬，一答案啊，偏難，你用心來談。嘿，乜嘅東西3頭2耳8隻腳？嚇？嘿，萬路嘅看得到嘅啊。係啊。啊，我想到咧。唔想到誒。係啊，3頭2耳8隻腳，嘿，唔係查，絕對唔係查。唔真你想到呀？想到咧。跟我夾夾翻一題嗬。喂，我不記下，肯定俾你談到嘅，而且問題不記得你啦。我講答案係大師。大師？係啊，個過年過節啦，規家路嘅啊，點解老爺掏風包嘅大師咚叉？你講做鬧嘢嘅時節，個大師哦。係啊，一大師冇合理。因為冇合理。個大師誒，因為有3頭。係哦，個大師誒嗬，頭前一個人係每一個人啊，個2、3人加個4頭，唔係3隻頭腩。個2耳。係哦，個3隻頭腩，自然就6隻耳公啊。8隻腳。8隻腳係大師嘅人妖，加起來4隻腳，加上4嘅4隻加一腳，我咪8隻腳咩？一隻木豬。跟一隻木豬。其他人的木豬咧，嚇？唔係嘅，有跟人有個說，有個吐出來點咧？啊？跟一個沙皮農田每วัน結槍啊！看到就頂啦。好啦，跟我就搶生牛肉麵就好呀。結果答案係乜啊？唔真佢想我啲答案？哎呦，跟我就認輸嘅呀！結果乜嘅東西3頭6隻耳公8隻腳搶一隻木豬。好，我一題嘅答案就係啊。
老板妹拿一条猫诶，坐到三拎茶当杯。嘿嘿，我能怪血，无合理的答案。切，因为无合理啊！你看老板妹诶，猫诶，去三拎茶三头。唔讲诶啊，有三头就有两耳啊。哦嘞，你下得挨没闷啦，挨请闷跟一张木煮鸟来，哈哈，我养啊就养到也一张木竹当。讲来吃堂课啦。因为啊，老板妹迄毛木，猫诶迄长命猫，去三拎茶人啊，一张木竹。因为老太自家讲的老古人，伊就系啊，客来张收服，赤走进关门。客來張手摸，赤腳見骨。你有咩唔錯嘛？啊，嘛意思啊？你客來張開始大病無，咁咪會差，赤路到東西跳腳咧張滾門。你有嘛解容？係啊，嘅客哦，係貴人，我用心去款待，出嚟呢係凡人，故所愛卡提防。不過呢，款待也係提防，你愛先準備，也係大家努力嘅道理啊。唔過啊，冇聽錯大生意，都做在好好把握呀，時機。當到年事情過後，真有感覺，聽慢咧。哦，咁你其實理由啊，客來張手摸。比如講啊，一下早餐店東島啊，大家都凌天宮3、4點就紅蟲咧，差唔多6點半就迎下了。差唔多。唔講唔想講，冇相干啊，因為通俗嘅，做嚟睡較晏啲嘅5點半紅蟲。咁日係幾點開張啊？6點半天門來開，4點鐘開始做生意。哦，下暗啲紅蟲咪冇好多事情呢。係啊，迎下來咧。條架，漢堡一隻，檸茶一杯啦。好，冇問題，兩杯來。排泄下，等一下啦。嘅漢堡牛，限啲嘅腿餅呢？嚇，係咪定要腿餅？哎呦，嗌苦茶點得啦？苦茶，嘅檸茶較假啦哈。幾假？呀，就煮水。嚇，張煮水，你會唔會超慢啊？錯啊，唔看啊。按你做生意，年下都走出來，冇睇賺錢嘅好機會嘅。係啊，該你講赤腳見關門，你咪講咗了。我唔敢講哦，唔像人按壓菜，你講唔會企到。唔愛好唔好？你家下哪愛做了，我咪冇受氣啊！你講。好呀，係唔講嘅哦。比如講啊，兩煞感情同好，現在哦，我娘娘強下。你感情同好，親姊妹強咯。我從頭強下去食飯啊、玩機啊、看電影，三不五時哦，佢呢都啱冇卡錯了，我去家冇卡打水鼓。就算我冇地卡哦，我男朋友都會開門俾你入來。當爽呢？我朋友就讓我講啊，佢朋友哦，行好唔好行，睇鏡較好。我冇相關啊。係咪知道按你啊？唔過日報嘅我知道，冇乜嘅錯呢。嘛嘅冇嘛嘅錯啊？我發現哦，佢嘅時表，我男朋友係窮款嘅呢。我時表？假拍咧，我男朋友沒有窮用嘅呢，就連鏡子啊，我男朋友係一堆啦。故送我就結婚，攞下佢做朋友啊。唔該，你付唔出咧，我男朋友已經變做假男朋友嚟啦。呀，就按到赤腳進關門。你講算嗎？所以啊，因為係講到同好不影響同親哈。亂講！你按樣打發我嘅面上對你有乜嘅好處？你講啊？冇乜嘅好處啊，唔過大家看到就會記得。客來爭收服，赤腳進關門。客來爭收服，赤腳進關門。
当今嘅客家祖先啊，用人客老出嚟来形容人做事情总系迈一步脚，啥冇好好把握到时机。讲到呀时机啊，英文来讲就系 timing。爱好好把握呀 timing， 除咗爱经验、老智慧嘅累积，还爱靠一些嘅运气。啲人嘅生活地度啊，从头会读到爱好好把握时机嘅情形咯。比如讲运动员好咧。係講啊，冇好好把握到 timing， 最有可能莫接到嘅關鍵得分球。能演員來講好咧，係講咧冇好好把握 timing， 最有可能會誤導呀節目嘅流程。故所呢，客來爭所望，七就見關門，係咪當重要啊？唔看人嘅 timing 把握到嘟好。唔是講緊到日來去談看啦，接下來要乜嘅精彩嘅節目內容哦。大喜竹板向雷公天雷地火太海通，攻破大山不得了，世界能命心肝痛。你唔信唐愛講日出，愛講日出按到橋林叫老公，富人家按到上橋林，家老公按到五太衝。人家係老公打不娘記得係不娘打老公。人家老仔幾十年，個橋林唔是有效用。人講一命你潤山風水，半喜半轉大吉隆。跳下馬，就該廟後賣山斧，後後該行賣下工。半日配到後山河落雪，實有流木勢推動。忙地推動到風采，該風采日來起少風，少風日吹40度，太衝一度就冇空機會一旁風。佢來到江口脱山斧，南到一隻水橋條，海中海水涼涼，人送上199到5點鐘，見潮見人日落絲，暗頭日潮殺到星宮。家不讓落下等忙人，照個麻切要惡弄，3等4等忙進來，其實就到海順簽老公。有讓班友看到山斧，冇見到老公。哎呦，佢心肝遲到唔詳細，台上竟係唔太衝，太衝，唔太衝，太衝。太衝！順頭人話佢係新影片，乜嘅東西一下太衝，一下又唔太衝，佢到底係太衝定係蛇衝？係兩時，做海順教水人前多，根本錢冇加老公。快睇咧！我早先要講幾兩三句，咁會到暗上唔通。險怕跳水來潛死沙邊有人講，何時唔是做水鬼？情人無譜，無人見風，無面無夢樣擺起見也自衝。雖然我早先有罵你，兩下長地心肝痛。該水鬼見到信息冇，所以講我老公唔太衝。橋林見上心，開上來叫家老公。一叫老公唔太衝，你前世冇修行空，我講你兩三句是嫌愛太濃濃，唔係我會講你，該食唔強，作唔強，唔會打算一世強，你拖到我上橋林，算你出好運，係講啲好談愛講，
至少有流木30多。你叫我父五太冲，害我后生是老公。你fit踢橋連兩字愛，3川愛是400封。也來個朝鮮講愛徒步腳，咩殺橋連不貪腐。三叫我父五太衝，你是冇良心甲受寵，你做你就冇交代。橋連等你來探望，公婆一場，唔盼得做鬼咩愛找耶穌。那個上橋連，偏向對家老公親拍負，內地倆擺教導木主中，根本一看機教導辦喪事，長地橋連食菜食老公，大家講機上唔同，欠把心情來變輕鬆，佢有人急急去報案，喊警察停親家老公，佢大家度倆冇喊猛講講，到陣來講家老公唔太痛。伊破破碰碰看光景，日頭落山一點風，時間冇咗，夾夾上來，夾行起來，疼到有人喊佢冇痛。佢太衝衝死驚警察，佢拄到警察冇可控，切條實實開落地。哎呦，我講警察睇嘢嗱，伊咁愛門口叫啊，門口叫。哎呦，乜嘅警察咯？你看好見到，我係一個長命工。好的，你冇笑踢，我橋連拍又冇齊工，太衝糖到戳下姜，夾用背盡推動，3步變做2步走，走到氣噗噗有面風風，喊猛喊夾。人疼到橋連度街叫老公，大家喊機唔冇叫，內地橋連老人完全冇相同。其實跳奔到天內台上叫，兩腳檢定唔少盤體重。大家看機叫生叫死叫天叫地叫呀叫娘叫祖宗叫老公叫子孫叫眼老忘記冇天亮叫到機一條種木柱有蒙蒙突然間，橋連我頭一看啊！面頭前起人五太衝，哎呀喂阿妹哎，你係水鬼呀係愛老公，愛老你冇人冇羞娘為天靈起到面前木當當，鏡片片，氣噗噗，咔咔，從愛一妹還是蟲。你那係做個水鬼來佔事，愛為手劍同你數，愛為老你學太成，愛唔敢能愛嫁老公，嫁老公講。愛傳五太衝，愛傳亞老公，冇大冇字，冇人冇故，你用不過是老公。愛人喊好好，喊當錢，喊當容，喊當執。橋連講，貪腐猛看到本格人，害愛相信戳驚叫到，跳哪痛，心肝痛，腰骨痛，心肌痛，呢痛街痛歸心痛。家老公喊機冇叫，橋連馬機老電動。佢橋連出事食菜多，大家笑到嘴角咁唔落，一朝係老公跳水5點鐘，橋連戳驚叫老公，佢一叫長啲老公好，二叫長啲接電衝，3叫長啲好認真，公婆上好樂融融。看到存錢個一定真嘅大主角，買仔法，今日我愛來表現一下哦。主辦以上向雷公，神奇的事情大你有，靠連公婆鬧小可，存錢個主辦一定在，希望觀眾朋友看睇心情好啊，心情好。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記得要準時收看，我哋嘅日頭下日公公。